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慎思明辨 channel。我哋將分享啲我對時聞時事嘅個人觀點嘅。嗱，今日呢條片咧，我覺得係相當重要嘅。點解咧？因為我昨日出咗一條片，嗰條片咧就使到我炎上咗啦。係啊，伍 Sir 被炎上啊，被邊個炎上啊？被自己嗰條片炎上咯。嗱，我昨日出條片啊，相當受到呢個爭議啊，有啲朋友留言表示不滿。咩嘢片咁厲害咧？美國打伊朗打到冇彈用。打問號嗱，當然啦，你見到打問號啲標題咧，通常都標題黨嚟㗎。重要嘅係跟住嗰句就係五角大樓消息漏出，嗱呢個先係重點。有單消息係由五角大樓漏出咗，關於啲咩咧？關於啲美國嘅精準導彈庫存出現咗紅線啦，紅色警報。咁呢個先係重點。咁啊，特朗普點算？呢個都有兜底嘅標題啫。咁啊，當然吸引大家入嚟睇啦。我係將一件事實發生咗嘅，經過我嘅 fact check 慎思明辨啊嘛，將我 check 過係值得大家睇嘅消息攤俾大家睇。當然你唔好照單全收，你都應該運用下我呢個 channel 嘅精神，慎思明辨，自己睇下呢單係咪事實。如果係事實嘅話，你咪消化咗佢咯。你覺得唔係事實嘅話，咁啊討論下咯。但唔重要，重要嘅咧，我今日呢條片咧係一個進一步嘅跟進，唔係我為咗解釋呢條片要做個跟進，喺呢件事有個進一步嘅跟進。最後嗰條片咧係講緊呢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海利。咁啊，大家都好憎佢㗎啦特別係佢拍嗰條片，叫啲美國嗰啲士兵如果總統啲命令係呢個唔合法嘅，你應該唔好跟。呢個咧就當然受相當大爭議啦。OK， 5月10號呢位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接受 CBS 一個面向全國 Face the Nation 嗰個訪問嘅時候咧，講到美軍近期喺中東戰爭，即係打伊朗咧，大量消耗高端導彈。留意啊，唔係普通子彈，係高端導彈同埋攔截彈嘅庫存咧出咗問題。當時咧，我喺條片，我喺琴日條片咁樣講嘅，引述咗相同嘅説話。我們已經消耗大量彈藥，這正威脅美國人嘅安全。OK 嗱。就係呢句説話，就導致我琴日出嗰段片。咁當然啦，我經過考證，呢個訪問係真嘅，佢真係咁講，而係佢真係一個喺美國五角大樓，佢係有資格入去聽嗰啲即係軍事嘅 briefing 嘅其中一個人。而呢個消息亦都經過一個權威嘅軍事雜誌將佢轉載報導，所以確認，再加埋一個軍事嘅智庫亦都有咁嘅呢個方向嘅調查，所以咧我就將個消息話俾大家知。咁當然你如果覺得話美國應該好強大嘅，你唔相信你咁樣嘅消息，咁你可以唔相信。我只係將啲而家發生咗嘅新聞，經過 check 過呢啲新聞唔係 fake news，然後話俾大家知發生咗呢啲事咁解。你可以聽可以唔聽，但係今日個新進展咧，我覺得你應該相當留意嘅。咁琴日消息咧，大概講緊幾種導彈嘅，美國戰斧導彈、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ATACMS， 我真係唔識呢乜鬼嘢嚟㗎。標準3型攔截彈 SM3，咁啊呢個薩德防禦系統，咁啊加埋愛國者導彈，呢啲都出現咗一個巨大嘅消耗。咁咧亦都係作咗新聞就話啦，如果要補充足呢啲嘅彈藥，需要數月至數年。最多最惡劣嘅係去到4年時間。咁呢個參議員再警告一樣嘢，這可能影響美軍未來西太平洋地區應對某個國家嘅呢個係衝突嘅能力。咁啊唔好講咩國家啦，自己估啦。咁呢個係 CBS 嘅報導，我 check 過係有真係呢個報導。OK， 亦都係喺呢份軍事雜誌咧都引述咗呢呢段消息出嚟嘅嗱。最值得關注嘅咧係呢單新聞咧係今日有新嘅進展，係咩新嘅進展咧？今日呢個係五角大樓同埋國防部，直到而家已經發生咗48到72小時啦，係對佢呢個講法、對呢個報導係完全冇否認嘅，冇出嚟做任何聲明，話呢個消息係假嘅，呢個消息係唔正確嘅，呢個消息咧係需要補充嘅，係冇做到呢樣嘢。咁我哋做新聞嘅話就會覺得，當去到一啲咁嚴重嘅消息，記者實會問呢個國防部，實會問呢個五角大樓，佢哋嘅答案唔係 no comment， 係冇做到任何嘅否認。咁你就自己判斷呢樣嘢真定假啦。喺我嘅判斷嘅話咧，
即係話咧，佢傳遞出嚟嘅信息咧，係真係喺呢個 briefing 呢個簡報會嗰度咧，係講過呢啲嘢。即係話到而家美國嘅軍方國防部冇講過呢個議員講嘅嘢係亂講，亦都冇出嚟澄清相關嗰啲精準導彈嘅庫存係完全冇問題，佢哋冇咁講過，亦都冇分析呢個報道講嘅嘢係失實，係冇做到呢樣嘢。即係話咧。即係話咧，其實件事咧真嘅可能性係相當大嘅。相反咧，國防部長話呢個戰爭部長啦，呢個彼得呢個克格塞斯啦，選擇咗另一個方向去做一個 follow up， 係做啲咩 follow up 咧？佢唔單止喺琴日我都報道咗喺 X 嗰度發文表示乜嘢啊？他是否再次違反他的誓言？咩意思咧？即係話咧，你如果進入一個閉門嘅一個簡報會。喺裏邊咧就應該係有一個即係大家個約章，呢個都係一個誓言，就係話啲嘢唔能夠 disclose 出嚟，唔能夠公佈出嚟。我覺得佢質疑就話，你既然入得一個唔能夠講、唔能夠即係轉述嘅秘密嘅一個閉門嘅briefing， 而家你將啲消息公開話咗俾或者話俾媒體知，咁你咪違反咗你嘅誓言咧？我覺得佢意思係咁樣嘅。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今日出現咗一單新嘅發展，五角大廈嘅法律顧問將對呢件事進行一個法律嘅審查，追究佢有冇法律責任啦。即係話咧，五角大樓可以做嘅咧，唔係出嚟否認，而係追究佢涉秘。咁大家判斷下啦。我最後一條片講嘅係咪大概係事實 ？OK， 咁啊唔算啦。我唔係同自己爭翻啲咩嘢面子，並非如此。我只係同大家講，假如我哋睇新聞，淨係想聽自己喜歡聽嗰啲咧，咁你咪同另一個方向啲偏頗係咪冇分別咧？係咪？我哋係咪應該客觀啲接受一啲？除咗我哋喜歡聽嘅新聞，如果有啲哽耳啲嘅新聞，如果係事實，我係咪都應該知道咧？係咪？即係有個講法叫忠言逆耳，咁啲當然呢啲唔係叫忠言啦。即係話如果係啱正，即係事實嘅説話，但係唔係好聽，我哋係咪都應該知道咧？係咪？所以五角大廈咧係根據呢個5月11號呢個係 Foreign Policy Journal 咧就已經係通告咗咧，係將佢進行呢個法律嘅審查。換句話講咧，而家焦點咧唔係佢講嘅嘢係咪假，而係追究佢點解有權將呢啲機密嘅消息流出嚟。呢個而家係追究嗰個步驟。OK， 咁咧今次最重要嘅地方咧就話呢個係呢個 Kelly 唔係一個普通嘅評述員，佢係一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我啱啱都 check 過啦，佢嘅身份啦，亦都係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嘅成員，即係話咧佢有資格接受五角大樓嘅機密簡報，佢係有權咁做嘅。咁咧就加上咧，其實我琴日做一段片咧，我都 check 過唔同嘅媒體，雖然我引述咗有限嘅媒體，但係仲有啲我係 check 過，我冇引述出嚟。有時啲稿咧唔需要做到太過浸嘅。咁我如果係 check 過 CNN 咧，較早時都有類似嘅報導，咁咧就。亦都係講過 CSIS 呢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咧，都做過類似嘅分析。咁咧就美國國會近期持續討論軍工補給嘅能力，就唔係講因為打伊朗唔夠呢個精準導彈，而係整體討論美國個軍工補充嘅能力。咁咧就戰爭部長咧較早時咧喺個聽證會上高咧都承認部分嘅軍需。要補充嘅話咧，需要嘅時間咧達至數年，咁所以咧，我先判斷呢個民主黨參議員喺呢個訪問講嘅説話咧，係值得大家留意下，就係咁解啦。咁當然呢個民主黨嘅呢個叫做都係老奸巨嘅。我有啲偏頗呢句説話，呢個都算老奸巨一啲嘅呢個呢個參議員咧，佢有個相當戲劇性嘅反擊呢個戰爭部長。佢咧就反擊戰爭部長講啲咩咧？佢喺個發布咗影片就話，戰爭部長自己較早前喺參議院嘅軍事委員會嘅聽證會上高，都曾經公開表示咗。你要補充而家打咗嗰啲精準導彈需要幾年時間啊！即係話咧，喂，你唔好即係佢係將軍將呢個
戰爭部長，你唔好責怪我而家漏秘密。較早時你喺個軍事委員會嘅聽證會，你自己都爆響口啦，係咪？佢講嘅説話，那不是機密 ，this is not classified， 那是你自己講過的。You said it yourself， 即係話咧，戰爭部長你自己都係咁噏啦。嗱，呢個根據2026年5月11日嗰個 Foreign Policy Journal 嘅報導咁樣嘅。嗱，呢個咧就係今次我要同大家拆解嗰個法律爭拗點嘅核心啦。嗱，件事就冇咁簡單嘅，大家要了解點解呢個戰爭部長要喺呢個聽證會做呢個講嗰句説話咧。首先咧，呢個係一個公開聽證會，唔係即係你唔能夠相比一個公開廣播嘅電視節目，兩個層次嚟嘅。聽證會佢作為國防部長或者戰爭部長啦，佢係要代表佢個部門去做決定，亦都要代表佢嘅部門接受呢個聽證會嘅質詢，係因為質詢佢要回應，而佢作為呢咁嘅身份，佢有權決定邊啲係佢部門嘅秘密，佢有權決定邊啲係佢部門能夠漏出嚟嘅説話，所以佢作為戰爭部長，佢喺聽證會就用佢聽證會用呢個係戰爭部長或者國防部長嘅身份去發表呢啲消息，佢係有權咁做嘅。但係作為一個民主黨嘅參議員，雖然你係幾個委員會嘅成員，但你聽咗嗰啲機密嘅簡報，佢係冇權喺電視嗰度講出嚟嘅，兩碼子事係完全唔同嘅。OK， 完全唔同嘅。咁啊，而家佢係將一啲敏感嘅軍事討論嘅內容喺電視嗰度向全國人民廣播，呢個係相當重要嘅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失誤啦嚇。所以今次事件咧，唔代表嗱，我再同大家講，我條標題又好，呢個參議員講嘅説話都好，係而家美國嘅精準導彈出現咗一個紅色嘅 alert。咩或者紅色 alert 咧？即係話佢哋要注意個庫存啦，唔係代表而家打到彈盡糧絕，絕對冇人有咁嘅意思。唔係美國已經冇咗導彈，唔係美國冇咗作戰能力，唔係美國冇能力打下一場嘅戰爭，而接近啲嘅情況咧，係美國嘅高端武器，呢啲高端武器嘅補充能力係需要注意，開始着咗紅燈，要有一個戰略級嘅壓力出現咗。OK， 簡單啲嚟講，我俾個例子大家，好似一個大型企業出現咗財政警報，着咗紅燈啦，財政上，但係咪代表間公司即刻破產呢？當然唔係啦，可能只係話佢個現金比較緊張，現金流出咗問題，佢嗰個公司嘅現金儲備可能下降咗，亦都係有啲大型嘅開支。跟住係要使，但係問題會緊絕，所以咧佢必須要重新評估呢啲未來嘅計劃，或者點樣調動啲流動性所謂啊。咁即係話咧，唔係代表佢出咗個要執笠嘅問題，係代表咗佢哋即刻要 alert 要留意呢樣嘢，做一啲預防嘅措施係咁解啫。所以而家美軍嗰啲精準導彈面對嘅問題就係話，而家係某程度上同我講嘅大企業嘅財政出咗紅燈係相似。佢哋因為要同時應付中東伊朗啦、紅海啦、歐洲啦、西太平洋啦，仲有啦其他區域嗰啲即係呢個戰，即係有可能潛在嘅需要。咁所以咧，佢呢啲高端攔截導彈嘅庫存咧，佢就要相當有壓力，而家就係咁解啫嚇。OK， 今次嘅信號係代表咩意思咧？我覺得今次嘅信號咧，你就唔好理解為美國已經打到彈盡糧絕，唔係咁嘅意思，而係五角大樓嘅內部已經將我剛才講嘅 list 嗰啲導彈嘅庫存同補充能力、未來戰區嘅需要，提升到一個要向國會相關委員會做個機密嘅簡報，呢啲係敏感嘅資料同埋有法律保障要守秘密嘅資料。而家係由一個委員會嘅委員，佢係民主黨OK 嘅參議員喺電視漏咗出嚟，大鑊嘅就喺呢度啦。
咁啊，所以咧，而家五角大樓同國防部咧係冇正式否認呢個參議員阿 Kelly 講嘅説話，而係追究佢漏料嘅法律責任。OK，所以咧，我嘅判斷仍然同琴日係一樣，呢單消息係相當 firm 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係好支持支持 Donald Trump。支持美國而家嘅政府，你認為佢或者係你覺得好崇拜、好相信佢，認為美國唔會出事嘅，呢個係一個良好嘅諗法。但係佢哋內部自己知道嘅事實，佢哋係要喺呢方面開始有個警惕咁解咯。OK，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哪怕有啲消息你哋係唔喜歡聽，但係如果我覺得係大家值得知道嘅嘢咧，我都會經過過濾審視。fact check 之後咧，同大家講出嚟，作為一條片，同今日一條片，大致上都係根據一啲已經發生咗、已經報導咗而經過 check 過唔係 fake news 嘅資料，話俾大家知。所以我堅持每一次我都盡量將我講嘅嘢嘅大綱同埋嗰個資料來源打晒側邊俾大家睇，就係咁解啦。OK， 唔係我口默默講嘅説話。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呢種做片嘅精神。OK。繼續支持實踐明辨，拜拜。